啊，慢点走啊。3、2、1，关注我喜欢你。我收藏了3年啊，所有都在这里面，我让他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看一下，来。有你陪伴，从此我不再寂寞。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照片，都是他保存下来，想要跟你们分享的。像这边以及上面的所有的文案，都是才人用心写出来的。一路走来，不离不弃。我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精心为一个女孩子准备这么多，这一刻我等了很久，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能为她遮风挡雨，我希望她能够成为我未来的老婆啊！我今天下定决心，当着直播间10万多号人，当着所有观众，我能跟她承诺，我俄才人一定给她一个家。太多的甜言蜜语、华丽的语言，我可能说不来太多，但是我能答应她的，我真的可以给她一个家，我可以给她一个未来。既然已经是在一起，既然我已经是答应了才人，我一定要做到最好。他有很多优点，都那种很积极，然后很阳光，无论自己有多难，他都会咬着牙去完成。这也是他要比任何人都要努力，他要比任何人付出的都要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都愿意陪着他，成为他的唯一和永远。别人怎么去看待，或者说怎么样，我们都会越来越好，并且都会给自己的家人，都会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会去见证。就像他说的一样，我跟他在一起可能会有很多坎坷，两个人在一起以后会有吵吵闹闹，对吧？但是我相信他会包容我，我也会包容他，哪怕吵个架，他也会退一步，我也会退一步。但是不管再怎么吵架，不管再怎么闹，我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，我最爱的人也就是他。正式的向他表白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我愿意。恭喜我们鹅总表白成功！上学吧，来！你是我命中注定的缘，漫漫人生旅途，我们携手同行，走过风雨之河，应有彩虹相伴。一路走来，有你陪。抖音。